世界万能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兔啊，观众朋友，咱今日讲两件代志。歌手朱丽静昨昏因为乳癌过往，乳癌会使讲是国内女性健康上大的威胁。嘛，搁咱台湾女性发生乳癌的年岁有比欧美国家较低，咱的烦恼因短感的是咱台湾人的食食甲生活习惯。咱今仔日会来讨论乳癌的问题。另外，香港作家倪匡礼拜下晡过往，伊的作品伊做编剧的电影是咱侪人少年时代的记忆，而且这几冬来中国政府对香港压迫愈来愈严重，嘛，互咱看到倪匡一生反共产党迄款严硬使人心境。今仔日咱就对半来讨论朱丽静甲倪匡。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临床外科医师洪振兴医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线顶三军总病院一般外科主任廖国寿医师。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歌手朱丽静昨因为乳癌来过往，伊的家人伫面册面顶发文，40岁就过往，实在是互人真唔甘。咱知影国内女性发生乳癌的比率是占头坎，发生的高峰伫45岁到69岁，总是咱台湾发生的年岁有比欧美的国家较低。这个问题咱今日会来探讨。大先，咱先来看朱丽静过往的报道。受甲乳癌对抗病痛，超53种冠军，名号出道的歌手朱丽静，去年发行专辑《来自风尘》，也是对家己40岁望。不过，伊坚强面对病魔2年外，初三过身，享年40岁，也互真侪歌迷感觉唔甘。刚开始知道生病的时候，也是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不健康哈。乳癌是台湾女性得到癌症种类当中的第一位，发生高峰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不过有医师指出，国内乳癌患者已经年轻化，高油高糖，初经11岁进前，或者是唔捌生囡仔，到35岁以后才生第一胎，拢是危险因子。建议民众30岁以上，甚至初经来了后，都应安排检查。出经之后的小女生，她其实在乳房的发育过程中，容易长一些良性的肿瘤，常常来的时候，突然间已经很大颗了，超过3公分、5公分，比较不会是癌症，但是 anyway， 反正还是要小心。即摆乳癌治疗方式已经真好，上重要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是零期乳癌，5年存活率延续90成以上。死亡率提高很多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太晚发现，发现的时候可能淋巴都已经转移了。那相对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可能你的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潜藏的癌细胞了。那当然，你的复发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医师提醒一般人家己做淋巴自我检查，可能较歹发现，所以一定要定期做淋巴癌检查。另外，若是有规律运动，也可能降低30%到40%得到癌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这张图表咱看会到讲，这每10万人内底有24.6个女性因为乳癌来过往，伫这个女性的死亡原因内底是占第2名。总是咱来看一个资料，就是为民国100年到民国110年来比拼，民国100年的时阵，每10万人内底有16个女性因为乳癌来过往，到110年变做24个人，增加8个人，伫10年的中间煞增加将近80个人。意思咱看到这个数字是安怎会致使这款的现象？就是咱的10冬内底女性得到乳癌的人数增加，而且发生的年岁佫降低。其实这是现代的现象来，算讲愈来愈。现代即摆就是愈来愈人会得这个乳癌，因为食的物件方面嘛有可能是这个算讲压力的方面，所以发生的机会是愈来愈悬。另外其实一方面是算讲较好的，就是大家愿意出来讲做这个检查，所以其实有做检查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发现讲乳癌的人会较多，所以这
发生的机会就会较悬一丝啊。是，咱看到即马10万人内底有24个人因为灵癌来死亡啊，若是发生的人数来讲，有偌济咧？即摆差不多一年每10万人会有差不多70人左右，女性70人左右是有可能得灵癌，所以一年落来差不多一年有12000人左右是得到这个灵癌。是，咱来请教线顶廖医师。咱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吼，就是灵癌的发生的几率，伫女性较少岁的时阵是较悬啊。若是食老了后，有老人病了后，灵癌的发生的几率吼，就占无遐头前吼。安尼的原因，敢会使讲灵癌对较少年的女性是真正真大的威胁咧？一般这咱灵癌较少年。机会较大，最主要是讲吼，咱迄少年人有出来做检查，有来做发现，所以伊的盛行率有较悬一组啊。你因为年岁较大吼，有可能是伊无出来做检查，那安尼伊的好发的机会就较少一组吼咱台湾的统计是45岁到49岁是上悬的好发率，煞第二好发率是50到54岁安尼。是廖医师，咱台湾年岁较低拄则洪医师所讲的云端掠外，你感觉还有啥物云端地区这款的状况？其实最主要应该是还佫有一个大环境的改变啦吼。以前咱物件无遐济吼，精致的物件无遐济吼。以前可能拢是食较天然自然的物件，毋过即摆一寡像进前塑化剂啊吼，佫一寡压力啊吼，佫即摆大家生活的压力拢足大的，佫工课嘛是拢足大的，可能安尼就无法度好好去做运动，无法度休困，无法度有当时爱值大夜班，安尼拢会可能是得灵癌的机会较悬一组啊。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医生讲到地区灵癌或者的因端吼，咱来看高风险的族群是安怎的状况。高风险的族群吼，较大一般人4倍若是讲你一边的灵房捌得到灵癌吼，这是较高风险。另外吼，就是有家族的病史。遮的人哦，嘛会较容易得到灵癌。另外，就是若是你的灵房的切片吼，检查有无正常的细胞的增生吼，这嘛是较高风险吼。洪医师，咱讲这个无正常的细胞的增生，咱知影讲咱女性月事吼，伊本底就有这个细胞的增生若讲无正常的增生是啥物因端？无正常的增生就是讲伊一寡细胞会开始变形。算讲较较会讲生了较紧，而且可能会本来伊是限制咧食，伊即摆就会开始黑白开始黑白走安尼，所以这安尼就是讲开始有一寡无正常的所在。是过来咱来看。中较无遐危险，总是比一般人较悬的吼。嘛是共款，头一个是病史啦，你的母亲甲你的姊妹捌得过。另外都是30岁以后吼，才怀孕，也是讲拢毋捌怀孕的妇女得到灵癌的风险较悬吼。洪医师，这是啥物原因呢？对，足侪人会烦恼即项代志啦，因为讲你30岁以后才生，也是讲无生过，是毋是真正？风险会较悬，因为这就是讲查某人迄月经的时阵有当阵会人感觉讲淋房会胀胀，这可能就是小可咧增生啦。所以一般的正常的人可能月事过了，伊会慢慢恢复。但是讲，若是你这一直安尼，大概安尼，拢无生过囡仔，所以你大概月经都一直安尼刺激。有可能就是开始会变做无正常的迄个增生，就亲像拄则讲的不正常细胞增生，有可能了后就会得到灵癌的机会较悬。
啊，若是你有讲生囡仔，还是讲有饲囡，啊，安尼就会暂时，迄个月经可能会暂时停一段时间，啊，所以风险就会较降低一丝。是。廖医师、洪医师拄则所讲的吼，都是妇女有身孕了后，伊的月事实际上会停起来。啊，安尼停起来，伊的体内吼荷尔蒙的分泌就会都嘛是共款嘛会停起来，因为安尼一直伫这个荷尔蒙的分泌状况会较女性较容易得到乳癌。咱的理解敢是安尼？是的，所以咱哈，你也讲吼，迄处经伤早来吼。第一届月经伤早来，也是讲吼伤晚停安尼，嘛是风险的一种。是。所以你有30岁以后才生第一胎，也是讲吼你生了后无饲囡啊，也是讲吼拢无生过囡仔安尼吼，你的迄等于讲你的迄乳房拢一直伫迄荷尔蒙的刺激之下吼，得迄乳癌的机会就较悬即厝啊。是廖医师听起来吼，这个阴端可能甲咱人的生理本底的状况都有关系，啊是安怎女性荷尔蒙吼一直咧分泌，对咱的身体可能会有无好的影响。因为咱迄乳癌吼，最主要是有一个迄荷尔蒙的迄接受器，吼，伊有2种啦，一种是迄雌激素的接受器，另外一种是迄黄体激素的接受器安尼。即2种拢是迄荷尔蒙的接受器。啊，所以咱若有迄荷尔蒙一直在甲刺激迄样阵吼，咱若有迄体质会得乳癌迄个体质，你就可能因为长期的刺激，就造成这乳癌的迄个情形。是，咱即马来看风险较低，总是有缘是有的吼，就是若是有啉酒。第二项，你的月事伫12岁进前就来，到55岁以后才停吼。洪医师，这敢是就是咱所讲的迄个荷尔蒙的期间较长的阴端？是，这就是讲一直荷尔蒙该刺激所以有可能就会开始有变化。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这个代志会互人来咱烦恼吼，女性得到乳癌的这个风险。咱即摆来看，除了拄则所讲的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吼，咱医师有讲，因为即摆社会进步吼，食食啊，还是讲生活压力较大吼，这拢会致使咱女性来得到乳癌吼。对生活形态来看吼，若是生活较规律哦。压力较少，会减少这个机会。饮食方面吼，都较接食纤维啦，食菜色果子，另外油、糖、盐食的吼，较少食，莫食遐重咸。另外就是运动，过来就是了解你的身体的状况吼，了解家族若是有这个乳癌的历史，就爱来避免。另外就是生活的习惯。保持快乐的情绪，定期来做乳癌的体检，也是自我的检查。洪医师，咱进前吼，若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定看到宣导吼，讲6分钟互医生吼。这款的检查，咱若是确实做，敢袂当伫早期就来发现。以前阮是确实讲6分钟互医生所以讲爱家己做检查。毋过即摆咱是拢建议讲，上好是爱做乳房摄影，还是讲做乳房超音波，因为家己做的检查有当阵无讲介准啦。一般阮去统计差不多5成左右，所以摸着了你这5成的机会有可能约会到。所以这比咱做超音波还是做摄影迄准确率加足济，因为咱超音波还是摄影拢是9成以上，所以即摆大概拢是建议讲定期做检查，做乳房摄影还是做乳房超音波。那就是讲家己用摸的无一定正确。若是到摸会到的时阵，敢是较严重？是安尼。一般来讲，拢已经较大。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政府即马有补助妇女吼定期来做乳房的摄影吼，就是45岁到69岁的妇女2档1摆乳房的摄影检查。另外，若是40岁到44岁吼，2等亲以内有得到
灵癌吼的妇女，嘛是伫这个补助内底，总是洪医师2档其实是足长的吼，若是真正2档做一摆，可能无够夜吼。你的建议偌久做一摆较好？一般阮是建议讲上好是1年会当做一届。毋过因为迄乳房摄影算讲有放射线啦，所以阮会建议讲，若是会当做上好是可能1年做超音波，无1年是做1年做摄影，另外1年是做超音波，安尼就会当讲算讲逐年你就有做一届检查，嘛袂讲辐射线会伤济。乳房摄影是有放射线，有放射线，超音波就较无。超音波无，是。这个问题线顶廖医师，敢有啥物要补充，互咱观众朋友知影？一般的民众吼，拢会想讲吼，这2年政府规定讲2年才会使做一届，其实毋是安尼啦，吼，2年是讲吼免费的啦，吼，所以有的人迄时间到，也是讲吼有问题，伊就歹势来做检查，安尼误会啦，吼，阮一般的建议当。甲迄洪医师共款吼，就是讲吼，你若讲吼有摸着，你尽量较紧来。另外吼，咱会针对你进前做的检查，比如讲迄超音波，还是讲吼迄摄影安尼吼，也有问题，有可能半年就爱做一届。吼因为迄摄影有迄放射线吼，所以咱1年上好1年以上才做安尼。是，这是我的补充吼。是。廖医师拄则咱讲到迄个6分钟互医生的这个自我的检查吼，就你的经验内底，咱的患者若是家己给用摸的咧检查，迄个感觉敢真容易发觉到讲甲正常的时阵无共款。这一般吼，进前咱有做过统计吼，你迄一般的民众家己摸到的吼，拢差不多2.5个公分安尼。吼，所以2.5公分吼，等于你摸到也是灵感，安尼就第2期、第2期的啦，安尼无较好。咱希望咱做这筛检吼，拢是筛检到0期也是1期的安尼对身体也是对咱的预后较好。是，就爱建议观众朋友吼，唔通靠家己用摸的啦，就是定期爱去做摄影，也是讲超音波的检查。医师建议吼是1档爱1摆吼。洪医师，最后咱来讲灵癌的这个治疗吼，就是讲若是定期去做检查吼，量早来发现，这个病人的存活率是偌高？若是发现了有早，亲像第0期、第0期的，这算讲原位癌，原位癌的是差不多99%以上。若是第1期差不多是92%至96%，所以算讲拢治疗拢是真好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灵癌治疗的报道。跟我讲解生病介绍后面怎么样的治疗的时候，就是稀里哗啦，就是哭个不停。33岁陈小姐7年前发现灵房有整整一地，而且疼感觉愈来愈严重。治愈了后，确定得到灵癌，而且是高度复发的风险群。先化疗，手术之后就马上又做电疗，那时候有吃到新药。根据108年台湾癌症定期报告，平均每10万人会有88.9人得到灵癌，而且灵癌的分类复杂，其中有将近7成是属于荷尔蒙阳性型。这种病人有效袂歹，定定是以治好为目标。不过，若是属于高复发风险族群，也佫有2成到4成病人会拄到复发的情形。这个细胞周期事实上已经上市很多年了。第4期荷尔蒙受体阳性这群病人已经是临床上一个标准治疗。那在早期高风险的荷尔蒙受体阳性的患者，也有科学证据证明，它除了传统的荷尔蒙治疗以外，加上这个药再服用2年，那确实会有效降低将来复发的风险。利用细胞周期压制剂，
配合荷尔蒙疗法，演讲嘅早期病人3成以上嘅复发率，甲远端转移。医师提醒，灵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定期检查，也个维持健康嘅饮食生活习惯，降降嘅风险。若是拄到一个治疗，拢有康复嘅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即马来看淋巴的治疗吼，较早咱拢掠做讲，若是得到淋癌吼，规个即个淋巴爱甲切掉。事实上，即马有较新的手术吼，都是清淋巴，迄是主要互淋癌的转移的一个部分。清淋巴是一个手术，另外那淋巴嘛当保留吼来。做这个治疗，总是这有一个美感，就是讲淋癌这个病吼，你若经过手术了后，优原是爱食药啊，加荷尔蒙。咱有这个荷尔蒙的治疗，另外有放射治疗，咱讲化疗，也是讲电疗吼。医师若讲这个治疗吼，拄则咱讲的这个资讯敢有健康，就是讲若是手术了后，病人优原需要来做化疗，也是讲电疗这个方式啊，一起食药啊。是，因为其实咱挂掉了后，其实身体内底有可能还佫有藏一寡癌细胞，因为伊可能足细嘛，所以可能藏咧咱这边仔的所在啊，所以后壁就是用这咱叫做辅助治疗啊，有当中就是用化疗甲伊抬好死啊，是讲用这荷尔蒙治疗，因为拄则讲的癌细胞伊有迄荷尔蒙的接受体啊，所以就是用这抑制的，互伊无法度佫接受荷尔蒙的这个刺激。啊，所以安尼就会当讲，若是真正还佫有藏这个癌细胞，就会当用安尼甲伊控制，啊，甚至互伊慢慢家己会翘起安尼。是，若是手术加食药啊，加加的这个荷尔蒙的治疗吼，咱总体来讲，得到淋癌的女性吼，伫手术了后啊，开始咧食药这个期间咱上应该去要医的风险是啥物？上应该爱注意的风险，其实阮建议拢是讲定期倒来做检查啦。啊，平常时当然就是讲食的物件，啊，佫是爱控制啦。因为伤油啊，是讲甲亲像荷尔蒙的啊，这可能嘛是爱较减一丝啊。啊，定期倒来做检查，安尼才会当讲，若是真正啊佫有问题啊，提早发现。是，多谢医师。咱知影香港的作家。叶空嘛，伫礼拜的下晡来过往吼，这是另外一个过往使人种唔甘的代志。咱先来看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邀请时报科幻小说奖得主柯顺同工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资深媒体人嘛是影评人麦玉菊先生。大家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叶空这位作家吼，伊是1935年出世伫上海，伊是一个作家，当这时嘛是编剧、节目主持人，嘛是一个评论家，伊是这个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吼。咱伊所写的小说，咱上了解的都是《卫斯理》这个小说，伊是一个科幻的小说，总是。叶空嘛是有写武侠吼，甲推理小说吼。咱即马来看。叶空伊的生平，伊是1951年的时阵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吼。1956年，因为伫这个军中看到共产党这个暴力的过程吼，走去香港。1957年来香港吼，1963年28岁的时阵，伊就开始用卫斯理来做主角吼，写这个现代武侠形式的这个科幻小说。1992年，因为共产党伫1997年要接收香港的主权，叶空搬厝到美国吼，伊迄阵是讲共产党若无死了吼，无要转来香港，总是伫2007年的时阵，因为伊的牵手吼无惯死美国的生活，佮全家搬转来香港。叶空是一个一生拢反共产党的作家。1957年离开了后，就无佮转去中国。玉菊大哥，咱台湾的观众朋友对叶空会使讲侪人拢做
无讲可能无讲介了解，总是咱侪人少年的时阵，就捌读过伊的册。有的人可能是电视顶看到伊主持节目，事实上咱看的侪电影的编剧嘛是叶空。叶空这个作家对咱台湾人的重要性，以及咱伊所的这个特别的所在，敢会当来介绍一下？是，其实啊，拍谁啊，万般难悟不轮转哈，我就是讲好。就是说，其实倪匡大哥哈，因为应该是对差不多5、6年级的这个年纪的人比较有印象、有记忆。我想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应该比较少接触了，新世代年轻人少接触了，因为其实倪匡大哥他其实在从他写武侠片的剧本，那个时候是60年代香港邵氏的电影。你看60年代香港邵氏电影《独背刀》，王羽主演的《独背刀》，现在年轻观众几乎是没有看过的。啊，那《独背刀》或者是李小龙演的《精武门》《唐山大兄》，这都是倪匡先生所写的这些剧本。那当然，这些剧本，你说《独背刀》捧出了王羽这样的一个大的新的武侠片的一个霸主。那时候邵氏的武侠片是横霸整个东南亚的。那倪匡又在精武门这些里面创造出很多经典的角色，像李小龙演的陈真这样的一个抗日的这种角色。那当然，这些包括后来的卫斯理啊，那卫斯理的这些袁振侠，这些东西都是5、6年级的，不管是当时看倪匡小说的小说，或者是看影视作品，是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所以我刚跟这个制作单位小朋友聊天，他们说现在年轻人好像对倪匡先生的过世没有什么感觉啊，因为现在年轻人跟倪匡大哥是已经有脱节了，跟他的文化是脱节的，因为其实这个文化是在那个年代5、70年代那个时候的武侠电影跟那时候的科幻，那时候的科幻跟现在的科幻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科幻的概念它是娱乐比较多，他没有科普那么知识性。那倪匡先生在华人里面的算是科幻的影视的一个先驱，可是那个科幻也不是那么讲究科幻知识啊，大概多一些是外星人啊，或多一些是这种所谓的犯难冒险啊，这些东西，奇幻神鬼啊这种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当然他也是打开我们那个早年那个年代对于所谓的科幻的这个所谓的幻想跟所谓的这种。去透过影视去看这种所谓的奇幻跟科幻电影的这种先驱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科幻，像倪匡先生自己讲的，他觉得不是科普，不是知识啊。虽然他的卫斯理跟白素这2个情侣，卫斯理是强调他强调是有神鬼有外星人，那白素是这个角色是比较注重科学知识的，但也是这样子啊。因此，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那是一个，我觉得倪匡先生对于是一个早年的回忆，对香港的回忆，香港的影视作品、香港的武侠片、香港的电影啊，因为电影来讲，从许冠杰、周润发、刘德华这么多的明星都演过卫斯理，也就是说，香港的影坛如果每个人都想演《射雕英雄》，要演金庸的笔下的人物，每个人都想演这个《射雕英雄传》，演《神雕侠侣》，想演杨过，想演小龙女。但也是每一个演员都想演卫斯理，都想演袁振侠，都想演白素啊，那就是倪匡先生创作出来的这些经典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5、60、6、7年级的观众，如果是看香港电影、看香港的港剧或香港的武侠片成长的，那对倪匡先生很有感。或那个时候看小说，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看小说就是看科幻小说，但对于后来90、00到现在80之后这些年轻人，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因为那个时候科幻也换了一种代名词了。就吴大哥你讲到的这个问题吼，我想到我这缘的人吼，是读国校的时阵，也是读高中的时阵，会去租册店。租艺空的册来看吼，总是即马的少年人若是对艺空无遐理解吼，无遐认办，敢毋是因为咱的娱乐的形式已经渐渐在转变，咱即马无去租册店租小说来看吼，即马的少年人可能伫手机可能伫网络面顶在读即马的科幻的小说，是不是呢？是，我觉得整个的文化、整个的阅读的这个管道。通路都改变了。那当然，你说现在如果年轻人是不是刚才制作单位的小朋友就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因为他对倪匡是完全不认识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回去看倪匡的小说？但是我是认为说，如果你先回去看，搞不好你觉得那里面的科幻是已经落伍了，或者觉得跟现时代是脱节的，除非你还有一种
怀旧的情绪、怀旧情怀，去想当时的科幻，所谓的倪匡先生的科幻什么科幻，他的奇幻什么奇幻。如果你抱这种情怀，还可能；如果你是一般的观众，看现在的好莱坞的科幻大片，或者是看这些东西，你再去看，当然有些东西是相通的，但大部分来讲，可能会觉得跟时代感会差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缅怀倪匡先生，同时当然我们也不禁也要去觉得整个时代的改变，时代又到了另外一个时代，那属于旧时代的人就慢慢凋零了，一个一个像金庸，像当年四大才子，你看黄沾先走，金庸再走，倪匡再走，也都慢慢的凋零了。是。咱今日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阵吼，讲到倪匡，问讲，你有看过倪匡的作品无？咱制作单位的工作人员讲，阮爸爸迄演的人才有看过，听伫阮这个人耳孔内底吼，感觉哎呀，实在是时代的眼泪啊！若如大哥所讲的吼，倪匡做电影的编剧，这个精武门吼，长山兄哥而且帮谢玉甲洪熙官吼，遮个作品拢是倪匡做编剧。上时伊有写科幻的小说吼，亲像卫斯理啊、关锦杰咱来看，伊甲金庸先生是真好的朋友。金庸先生安怎讲倪匡的小说作品呢？金庸讲吼，伊是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甲无常的人生之间吼，永远伫遐交叉，伫遐咧高高伫，这是倪匡作品的这个特色。老师，讲到这个倪匡的作品吼，拄则就牛大哥嘛有讲到，虽讲伊是写科幻小说吼，总是伊的小说作品内底，科学的元素较少，幻想的成分较侪，敢毋是安尼？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写科幻啦吼，但是我台语嘛无讲太认同，所以我可能嘛讲国语啦吼。就是说，就是倪匡的作品里面，确实一直以来很多人会去比较去质疑说他的那个科学的根基不是那么的雄厚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个科幻小说哈，比如说你看《星际大战》好了，《星际大战》是不是一个科幻电影？是嘛？对。可是《星际大战》里面有很多那个科学的成分吗？其实没有。它其实比较像一个发生在未来有星球有太空船的一个西部片，或者是那种帝国战争的片子。那它里面讲的那个原理，其实还比较像中国的气功。对。内底人穿的衫，因用的迄个剑，实际上甲日本的武术足共款。都是的，系啊。但是另外一个是讲。有一寡物件嘛是你讲是做有科幻的成分，比如说时间旅行，是不是很有科幻的概念，很有科学的一些根基在里面？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戏剧都是以这个做基础，比如说穿越剧，很多人穿越到古代，穿越到古代怎么做？也是时间旅行嘛。但是你走时间旅行，它本身就是科幻剧嘛，其实通常都不是，这些剧本身到后来都是古装剧、武侠剧嘛。那所以说，一个科幻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在小说里面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很希望说，我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是要很真实。但是其实科幻小说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有一个好的科幻的概念，它也不一定会变成一个好的科幻小说。相对来看，那个比如说以倪匡的话，他可能没有受过很严谨的科学的训练，可是他对很多科学的新知，他是很努力去怎么讲，就是去思考，然后他其实会提出他自己一些独特的看法。比如说我前面这一本那个《天书》讲的故事它其实很有趣。他讲的是，他们本来是在追寻一个他认为可能是外星人的一个人，然后可是到最后就是等到了结局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其实并不是外星人，他其实是一个地球人。但是他是来自一个很遥远的未来。但是他怎么会从一个遥远的未来来呢？他其实是一个太空人，他要去探索那个宇宙的边境。然后，可是他为什么到了宇宙的边境的时候，他突然遇到一个看起来很像镜子的东西，然后他穿越了那边镜子以后，就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所以原来他的世界跟我们其实是一个镜像的宇宙。那因为这样的镜像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那个世界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们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他过去的历史。所以他有一本书，一个天书，
就记载了所有这些知识，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世界，然后他也可以知道我们世界的未来。这个概念本身，你说有没有那么的科学根据？不一定有，但是他对这种科学的想法其实是有很大的 sense。他去做了一些叫做 twitch 吧，就是然后它可以产生一些很有趣的概念。其实他很多小说其实是这样。那这样的小说，其实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不一定你就会觉得很无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讲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一个科学的概念，它讲了一个是现在还没办法证实的科学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影，比较老的电影，像你去看2001年《太空漫游》这样的电影好了，它前面花10几20分钟，可能没那么久了，但是它就让你看到那个太空船怎么去接近人在里面反重力的那个的那个环境里面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动作。当时对这些观众来说，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可是今天来看就不一定。是，咱知影罗西亚有一个作家叫做纳博科夫吼，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幻想无法度脱离现实吼，艺术嘛是无法度脱离现实。在老师看吼，你感觉叶空的作品，若是放伫现实内底来讲，伊想要表达啥物，还是讲伊要义的主题是啥物？就是在他的很多故事里面他其实是提到了，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那个设定就是很多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时候，他本来是看到地球人的样子，他们是觉得想要毁灭地球人的，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地球人的一个不好的一面，就是他认为地球人有很多的劣根性。然后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他们就是他们设定的目标就是想要把地球毁灭。可是后来因为认识了卫斯理。那认识了卫斯理了以后，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地球上有好人，所以要再给地球一个机会。这样，其实他很多故事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结局。但这个设定，那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很怪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个好人？我们自己读者不是嘛？对。但是某个程度来看，我觉得他其实表现的是他对就是人性的一些期待嘛。就是说他在过去可能在中国的经验，然后早期在那边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嘛。包含是他最后，对于香港未来的一些忧虑吧，都会呈现在他的小说里面。像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追龙》。那《追龙》里面其实写的就是一个，有星象家，然后发现了那个星象有很奇怪的变化以后，然后去预测了那个东方有一个都市将要毁灭。那个都市我们现在知道，他讲的就是香港嘛。当然故事里面卫斯理开始不相信的嘛，但是里面就会有很多冒险的过程里面，让他去相信了这个事情。那相信那个事情之后，因为出现了很多人民，这些人民的互动，可能到最后就会去影响历史。那到最后，他们其实都很悲观的认为这个事情就会发生。那即使到最后，他的好朋友应该叫陈长青吧，尝试想要去暗杀一个政治人物来改变他，但是还是没办法扭转局势。那我想这样的基调在他的小说里面其实一直都存在了。即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个小说的形式的问题吼。咱大家人拢咧讲卫斯理这个角色，实际上伫个讲卫斯理这个系列的小说内底，卫斯理伫小说内底出现，拢讲是我。迄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吼，咱敢会当讲这个卫斯理事实上就是个讲家己的这个形象咧？你要讲，如果说你去作家用一个第一人称去写的时候，确实很容易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带到里面去了。然后那当然，因为写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些时候还甚至也不是作者自己在控制嘛。那会不会或多或少那个倪匡自己的一些个性啦，或者是一些思考？或是情绪会在上面表现出来，确实是有可能。是，若是讲到作者无法度控制，要来请教肉牛大哥吼。叶空甲金庸先生是好朋友啊。金庸在明报面顶在写小说，尤其是写《天龙八部》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伊就爱出国出国的时阵吼，伊叫叶空替伊写啦。《天龙八部》内底有一个角色叫做阿紫吼，毋是厝内阿紫，是叫仔式的阿紫吼。这个阿紫吼，叶空足讨厌这个角色。伫金庸吼，伊叶空家己讲，金庸透早飞出去吼，伊下晡就甲阿紫写互伊青梅去吼。叶空家己讲，因写作足紧的吼。实际上，咱对这个故事会当看到讲，叶空的写作吼出头真济，而且会当写足紧，伊才有法度伫下晡就甲阿紫写青梅去，敢毋是？
对，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其实金庸跟倪匡两个真的是文人跟文人之间最好的交情，惺惺相惜，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主持人刚刚问说卫斯理是不是就是他本人呢？其实有人问过倪匡是不是你？其实倪匡的回答，其实卫斯理很多背景跟倪匡是很像的啊，从大陆到香港，然后很多。但是倪匡讲一点就是说，卫斯理精通各国语言，可是他说他连广东话都讲不好啊，因为他的广东话其实带了很浓厚的那个宁波腔。他主持香港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上字幕，因为现场节目他讲得很快，字幕都跟不上，因为那个副控室人听不懂他讲什么。但他那种宁波式的广东话也让香港观众觉得很新奇。所以他说因为语言的话，他就跟卫斯理不一样了。至于讲他跟金庸啊，你看其实讲啊，倪匡早年不是写武侠电影嘛，张彻的武侠电影。那后来他为什么不写武侠小说，去写科幻小说呢？倪匡讲过说，因为金庸，他说金庸就是第一把手。那说我如果要写武侠的话，我就变成写不过，我变成武侠界的第二，那我不要。我宁愿做科幻界的第一，我也不要做武侠界的第二。就是我跟金庸一定是都是要各霸山头的科幻跟武侠，我不要去做他下面。但他们两个人交情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主持人刚刚讲说，那段时间金庸写《天龙八部》的时候，他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被香港的左派攻击，他就必须要去国外避难。那避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知道，他不像现在有电脑啊，我可以从外国发稿回来，不是，他一定要用写稿，用手写的那种东西。那你手写可能传真啊，那些时差各种状况，那可能作家也不太那么对这些东西不那么熟悉，就找人代写。那他当然要一个人能代写，那交情是要多好。所以当然就是倪匡可以代写，倪匡又是写武侠小说出身、武侠剧本出身的，邵氏写了200-300部武侠剧本，所以对他来讲也是轻而易举。他不喜欢阿紫这个角色，阿紫这个女生个性外冷内热啊，这种角色他不喜欢，所以他就趁这个金庸不在，就把阿紫写失明了。那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因为它是连载的，他每天在《明报》要连载，他就是今天写，明天就要刊出来连载，所以阿紫就失明了。那阿紫失明没办法，金庸只有接受，可金庸当然很干啦，因为这个阿紫倪匡很讨厌这个角色，表示他也看小说看得很深。等到金庸回来以后，他也很厉害。那他喜欢这阿紫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他必须要那个，所以他就用一个方法。你现在讲那个方法应该是科幻的方法，他让阿紫复明了，他让虚竹把眼角膜捐给阿紫，让阿紫又复明又看得见了。所以你就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在文坛上、在小说上面、在书写上面、在幻想上面也真斗智斗力啊！大家好朋友惺惺相惜，好朋友也要有足够的学识跟涵养跟聪明。去来彼此来像打乒乓球一样来接球跟发球，是从这个故事就看得出来了。讲到金庸和甲倪匡是好朋友吼，捌有一个故事啦。金庸因为伊就报纸的头家吼，有一摆伊甲因的编辑部在讲话的时阵讲，恁吼写字都唔通亲像倪匡字遐歹啦。因为倪匡就是写足紧啦。毋过倪匡家己讲这样代志的时阵，伊讲伊袂因为金庸安尼甲讲来生气。伊讲我字本底就歹吼，咱敢唔当对这看到因的交情敢唔当搁补充一下？对，其实倪匡他因人家不是都讲说倪匡是在华人界里面写字写最多的一个。他其实每天在香港，他当时写剧本也好，写东西也好，他每天可以写得上万字以上。他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其实倪匡后来当然他因为政治理念呢，他就搬离了香港。他那时候觉得，就像刚老师讲的追龙这个隐喻，他对香港这个城市，因为在97回归之前他就搬走了。但是后来他在回来的时候，回到香港的时候，当时人家说哇，倪匡很多香港的文坛就希望他复出，当然也包括了那个时候黄沾啦，黄沾那个时候，因为黄沾到83岁的时候重新再写《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黄沾他觉得不是我讲错了，金庸对不起，这边可能改一下哈。金庸到83岁的时候重新写《射雕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对倪匡来讲，他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觉得你《射雕》这么经典了，你为什么要重写呢？但金庸就认为说，我以前很多地方不够完美，我现在要重新改。这个时候，两个人发生了一些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分歧。那倪匡认为不可能的，不可能重写因为他觉得新不可能如旧，尤其这么经典的东西。可是后来等到了83岁的金庸真的改了新版的《射雕》之后，倪匡看完以后他佩服了，他说哇，这个真的是原来新比旧更好，
哦，他没有想到说一个83岁的一个作者金庸，在重写他以前的东西，可以把它改得这么好，让他佩服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就书写的速度来讲，或者改，或者是在经过这么多时间以后，在对于自己的内容再重新作为一个修正也好，或者再去补强也好，我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的故事，还是也给人家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是。柯老师，若有大哥讲到讲金庸吼，伫食老时阵修改伊的小说的作品，总是咱若是摕叶空来甲金庸来比拼吼，叶空是家己完全无看。无要改家己的作品，而且伊写了就到嘴，伊家己就讲我无搁看第二摆吼。这种创作的方式，若是做一个创作者来看，你会安怎讲这款叶空这款的作家？做一个作者来讲的话，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那其实金庸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令人钦佩。不过其实因为早期那个就是倪匡他其实写了好几本，我看金庸小说嘛，那很多人其实看了那个书，也对那个金庸的小说有更多的不同的看法跟提升。他里面其实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旧版跟新版的不同啦。那我想他提出来一个看法，我是觉得有点意思的，只是说，因为金庸当初在写的时候，他自己有很多自己感情的投射在里面，所以它里面其实很多不管是写的剧情啊或什么的，其实表现的是他自己，甚至比如说对于人物的名称。他是直接叫他的名字，还是写他，还是把他全名写出来？这个可能都跟当时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也是，比如说当初那个可能在《倚天屠龙记》好了，它里面其实有一点奇幻的设定哈。那里面有一只好像火猿吧，这种东西就是说在更经典的那个武侠里面是古典武侠里面其实比较没有，是比较偏奇幻的东西。后来金庸就把那些东西拿掉。但是像倪匡就会觉得说，那一些动物在当初在那个就是岛上去陪伴那个张无忌的话，在感情上其实是有一些重要性的。那反而把它拿掉了之后，就是有一些感情是不见的。但是如果以做一个作者而言的话，他当然会希望把他的那个作品做得更好，更加淬炼嘛。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是有点见仁见智啊。我想他们两个的看法应该都值得被尊重。是。咱讲吼，金庸事实上会使讲是叶空的头家啦。总是这个世界上可能上了解金庸作品的，就是叶空，因为伊是金庸作品的一个足出名的评论家。总是金庸食老以后吼，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咯，会使人感觉小可可惜。不过叶空完全不是安尼，叶空伫柯老师拄则所讲到的这个《对龙》这个小说内底，伊有讲到讲，你若是要毁坏一个城市吼，你唔免去害这个城市内底的人，你干那就爱互这个城市内底本地的优点来消失去，这个城市就会死亡。害人甲互优点消失去，咱看到中国共产党吼，这两项拢有做。过来，伊讲到中国共产党，伊就有去啦。叶空别人讲，伊捌讲过一句话吼，伊讲甘愿相信性工作者，嘛无要相信共产党啊。总是叶空家己讲，我唔捌安尼讲，因为我是足尊重性工作者。你安尼讲性工作者吼是甲侮辱吼。最后伊讲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吼，若无言论自由，就无任何的自由。这咱伫香港嘛看会到。最后咱来讲，咱就讲到一国两制，叶空是完全无咧信道的啦吼。若有大哥，咱即马叶空过身了，咱看到伊伫差不多1989年的时阵，伫电视面顶都讲到讲若是即马的香港吼，交互中国的贵族害了，迄阵就讲，亲像我即马穿乌衫，也是讲恁上街头去抗议，中国共产党就干那安尼，就甲你掠做是反中国、反革命啦吼。伊这个看法实在是足对多的。叶空这款反对共产党，而且人讲伊是70当来吼华人内底头壳上清楚，因为这个反共产党的意识。所以你看啊，倪匡虽然香港对他来讲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他在香港回归之前，他就选择移民了，移民到就美国去了。因为其实倪匡早年的时候，他是在中国大陆，他是在江苏出生的嘛。但他那个年代，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经历过北大荒，
他曾经讲过，他在北大荒那个时候，劳改啊那些东西的时候，北大荒那个时候他们吃过没有饥荒，他们抓老鼠吃，抓到一只老鼠就很高兴，大家就把老鼠吃了。他经历过那样的生活。那后来当然他也看了很多人去下乡去干嘛，看了很多这些事情。他自己本身从南方一直颠沛流离到内蒙古。啊，他后来在内蒙古的时候，他其实看了很多，他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就觉得对于共产主义这个制度，他就认为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他从内蒙古他就燃起了他要去那个时候应该投奔自由，他要去到香港，那是香港很多人偷渡嘛，他就从内蒙古一路下来到广州啊，然后从广州的边境到了香港。他等于投奔成功了哦，他偷渡成功了，到了香港，所以他其实是反对共产党的体制，共产主义这个体制的，所以也因此这样子，其实倪匡，你看倪匡跟金庸不同的是，金庸的小说啊，在大陆他的小说也是非常的轰动，他的小说也一再被大陆改编成影视作品，但是倪匡的作品在大陆是被禁的，他的书被禁的，被禁止出版，也被禁止阅读，早年的时候。那因为这样子，所以盗版很猖獗，还是很多人看。那曾经有人问过倪匡说：“哇，你在大陆的市场这么大的盗版市场，那你怎么办？你的收益都受到影响了。”可是倪匡他真的对那个市场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他宁愿盗版猖獗就给大家看了，他也不要去想他在那边有什么利益，他就算了啊，他就跟出版商讲算了，那一块我不管了。他对于那一块是完全的没有兴趣跟失望的啊，所以就是说。因此他的这个立场非常鲜明，啊，非常鲜明，所以因此他在香港回归之前，他就移民到美国。那移民到美国可是没有想到他最后过世是在香港过世，而且是在香港的乱世过世的。我觉得2022，当然我觉得，但他见证了香港当年前面那个时候的一些状况啊，当然疫情啊，我相信他最后还是虽然即使追龙讲过这个城市是没有希望，这城市会毁灭的，可是你看他最后他还是死在他的这个他当时一定要来投奔自由的这个城市里面啊，即使这个城市他认为是没有希望了，没有那个，但他最后人生是在这个地方做结束的。所以我觉得倪匡大哥的这个他整个的一些思想。包括他对于自由，对于这些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东西，他自己的这些一些阐述跟诠释，跟他透过书写，啊，我觉得这都是他一个华人的一个情怀啦，那也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怀啊。当最后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结束，那跟整个的文坛、跟整个的体制、跟社会、跟情怀都有很多的关系。柯老师，咱看到拄则你讲的这个堆龙这个小说吼，伊内底的形容，咱感觉这事实上伊对香港的未来是足悲观的。上时伊嘛是一个足硬气的人，虽望知影讲香港可能会真正规组害了，总是伊反对共产党的这个立场无变吼，而且伊的册伫中国禁，伊嘛无咧惊。最后你会安做一个创作者吼，你会安怎看倪匡这个作家以及伊伫历史面顶啊，咱安怎给伊的评价 ？OK， 应该是说，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是科幻小说，它其实就是要能够刺激思考。好，那倪匡在这一点他其实是很成功，虽然他可能没有很坚实的那个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对科学的概念的一些想象，其实都非常有的想象力。那可能这样的东西对他来讲，就是以他的作品来说，可能在一个独裁的政权里面，可能也是比较不容易生存的。因为一个独裁政权，他可能就是不喜欢你去思考嘛。哦，那我相信以他这样子的那一种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给一段时间的话，年轻的世代其实还是会有机会可以来欣赏。或许它里面其实有一些作品，它不完全只是科幻，它其实。